苏景宏，大家好，我是苏景婷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咱来到这是台南嘉里，有一对真活泼的兄妹啊，因兜是咧种温室的有机菜色。即马天扑啊光，因就开始咧无用啊。讲照实的，我真害你遮尔早起来，唔知影遮尔早起来做工课是啥物感觉。咱到底来甲看卖。白又好，不过可以哈。搞啥？爸爸，搞啥？你感觉安怎搞菜？阿红，你即马做开感觉安怎？爸爸讲不是。挂菜。一边困一边挂菜，你才搞。哦，这个坏掉了。阿妹妹咧，你感觉开？啊，这好省。这好耍诶！你有感觉就爱困的无？有哦。安尼会做敢若拄久无？应该会。会哟。等下就困去。等下就困去啊！你有夜倒啊，爱较细致呢。车辆左转弯，来哦，坐下哦。我会使。阿红，我教你收一解菜。好。好，我们啊，来。你会使一骹下伫顶悬，嘿，嘿，安尼，啊你，咱若甲菜挽起来，对嘿，你挽一煮起来看卖，嘿，啊哥哥，咱无人啊呢，人啊还袂用来，人啊，来呀，啊你有一个手套会使借哥哥挂无？啊，嘿，咱若挂手套，有当时啊，咱会看到，咱还袂挂着咱的手，哦，保护家己。嘿嘿，因为刀啊做来，过来收看卖，咱甲菜挽起来，毋免害袂要紧，咱就直接一刀。像阮较专业小可，所以阮一刀落去就知影，阮这两下外下咱卖，啊，咱就甲切掉，啊，伊就规个拢切掉啊，安尼就足水，你试看卖。嘿，安尼就足水啊！安尼就足水，嘿，啊，咱放好整齐，一支一支甲摆好整齐，嘿嘿，安尼咱包装的人较好摕。哦，好，安尼咱搁试看卖。好好好。啊，今仔即人收有满，才会用食早顿呢。我，好，嘿，咱爱加油哦。咱加油，咱加油。哦，有哦，有有迄个感觉哦。对对对，豆豆有抓到。嘿，对。我慢慢的速度开始变紧啦，会使紧啊吼。对。嗯，因为阮上惊的就是日头。对。嘿，所以日头一出来的话，啊，搁伫内底温室内底足热的。哦嘿哈。嘿，伫内底足下的，所以阮若是入来，大家拢拼命收，大家想要去外口较凉。嘿，外口较凉。嘿。啊，王哥哥，嘿，我有看一个最特别的物件呢。真正？我去看，等我。你会使来我家看卖啊？你往前走。啊，是。哎，你挂手套拢袂惊呢？这只大只的。伊的眼眶遮嘿。是黑色的，伊遮黑目镜，啊，伊的指甲遮也是黑色的。有。伊这个红黑色的指甲油，啊，这也是黑色的，所以伊是黑框蟾蜍。哦。跳起来，真的跳起来。袂歹啊，运气有时我带囡仔出去，就是去带囡仔看这，啊囡仔其实看物件做好奇的啊，哪会叫猎摸，啊咱大人知，我就甲教。
哦甲伊讲，哎，这袂危险，啊，你会使去试看卖啊，嘿，互伊熟悉。这是我的妈妈，伊煮饭做好食的。妈妈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吴慧珍，我煮饭真正做好食。这是阮爸爸，你好，上缘投的爸爸，上缘投的，有影吗？叫做会晓煮饭。啊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做苏一兴，啊，你即摆咧创啥？我即摆咧收菜啊。你感觉这工好耍？这好耍，都我趁钱啊，对无？来你家养大汉啊。哎，休闲一点。欢迎收看休闲的戏剧灯，噔噔噔噔。阿妈，你咧创啥？我要泡咖啡，等下咱要食到就泡咖啡加榴莲。这是啥物水果？这是旺来、哦，旺来红果、蔬菜。啊，还有芭乐。好啊，咱来食早顿啊。哦，真正会使食。做了嘛忝啊，耶食早顿啊，啊，阮恁家己爱。所以早顿啊配咱家己拍迄绿拿铁。咱有蔬菜伫内底啊，对啊，自家生产的安尼。对啊，佫是咱家己种的菜。对啊，对啊。都是无冻的，完全有机的，安尼较健康。所以食早顿嘛，算是个重要的，大家做伙。我妈妈最坚持讲透早，就是交囡仔这时间陪伊，啊陪伊讲一寡因伫学校的过程，啊佚佗啊，老师啊同学这互动的方式安怎？因最愿意跟我们分享因一寡学校的代志啊。哦，伊嘛会主动甲因讲。短短啊一个10几20分钟啊，伫遮开讲安尼，嘿，培养一些亲情安尼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一天的台语课，咱今日要教大家热人的菜色。头一个，头一项这是芹菜，这青菜甲南布拉鱼做好食的哦。咱佮讲一摆，芹菜。第二个，这是油菜，伊炒猪肉做好食的。咱佮讲一摆，油菜。第三项，这是乌叶啊白菜，这南姜也是辣蒜头炒，拢做好食的。咱佮讲一摆，乌叶啊白菜。第四项，硬菜，这煮鱼汤加油葱酥做好食的。咱佮讲一摆，硬菜。第五项，汤匙仔菜，中破西板的伊上水哦。咱佮讲一摆，汤匙仔菜。藤虾炖，欧阳炖，我要炖，我要菜炖，一菜炖完欧阳炖，我要炖，我要菜炖。油菜炖完，藤虾炖。藤虾炖啊，欧阳炖，我要炖，用菜炖。芹菜炖完欧阳炖。到呢？红哥哥好，这是阮缘投的，这是阮姚娇的，姚娇的你叫什么名？苏金田，啊，缘投的你叫什么名？苏金红，啊，恁在创啥？点子，点子哦。对，啊，这是什么籽？你敢袂知？乌叶白菜，乌叶白菜，你知？啊，这个点讲有啥物美感？就是一粒一粒慢慢叠，啊，慢慢点，爱做斟酌，爱专心，爱专心。安尼我会甲恁插着啊。袂，啊，
好。安尼我来问一个较秘密的啊，恁伫学校敢有介意的人？啊，你哪只老实？你其实会使讲无的。真的，啊妹妹敢知迄是啥？你嘛知？啊你咧？你敢有？有。伊嘛有？伊有甲你讲？有啊，真正？对，我哪会毋知？有甲伊讲啊。你有早早甲佢讲？哇，安尼恁足信任我呢，拢愿意互我知。你点了啊？你无代志做啊？安尼咱来看伊做。我乃认真看你做，看你安怎。哇，你看啊，伊看到亮的，马上着，这是啥的爱心？这是妈妈。这有甜的，啊这个。哇，妈妈嘛你要是加捏吧，那这好你。耶！你敢要食？这好你。咖啡做水，搁啉一杯俩哈。真正，我无想要搁做，对无？咱再莫搁去做。有。咱再继续忙。搁有工课。两个老公生气。对啊。这个太厉害了。还没扫去的。扫去，好听阿公，好听阿公。我请你阿公。好，迄一间庙。嗯。好。啥那迄个小开？应该是台风啊。风台啦，台风。爱玩。这。啊。敢要搞？咪搞，咪搞，离头前。离头前。迄间遐拢就是啊，拜拜。好，来拜拜。干嘛？对啊。啊，你哪会知影要来遮拜拜？我较近的庙。后里恁较近的庙。嘿。因为初一15个，才来拜拜。恁敢自细汉就拢来遮？对啊，对。阿公带我来遮。哦，是阿公带恁来。奉请还是公公生日的唯一个带阮来遮。公公生日，啥是公公？好生阿公。好生阿公嘛是公公。对。啊，守护王爷嘛是公公。对对。恁拢会叫公公。对。恁拜拜敢会甲神明讲啥？会啊。你会讲啥？保佑阮平安安尼。啊，保庇你平安。对。哦，好痛。安尼咱足健康的呢。哦，咱真哦，真正无共。好。你感觉？你穿个啊，你穿个啊，真的好。你用走的，你用走的。哦，无问题啊。哦。你嘛来走。俊，2、3，开始。开始。哦。哎，你要坚持，你要坚持。哦。你用行。哎，我因为我走袂开啊。我嘛走袂开。袂使，我袂开。我搭着石头有够疼的。你无行顶悬，你嘛咧疼。阮是行顶悬的，伫顶悬走的。我感觉拢共款。无共款，阮会较辛苦。安去啊。好，休困者，休困者。啊，阮来卡。哎，阿公，好。阿公来啊。阿公，你哪会向走？我就拄仔看恁无看到就无声恁啦。想阮哟，想孙啊。啊，去挂凉的啦。啊，就台湾这早是我凉，恁拢无早出来。哦，我早滚水。阿公，你做大事的。这是爸爸的名。爸爸的名，爸爸有关。对，啊，爸爸健康开闭阿爸。阿爸。啊。这是阿公。阿公。阿公是做财务组长的。对啊，就是管理钱的。嘿，所以
对诶，迄个上下讲的款。对，啊，如果爱出钱的话，阿公会大家去带好，啊带阿公，对。啊来遮付钱。哦，所以甲钱有关系，拢爱找阿公。对。大家好，这是我阿公，你咧创啥？你半知啊？我啥不记啦。阿公你叫啥物名？阿公哦，阿黄你叫阿公叫啥物名？苏耀生。阿妈你即摆咧创啥？我今日半知啊，你叫啥物名？叫刘春金，啊你敢爱阿公？爱啊，你敢有爱阿公阿妈？爱。安尼你甲伊讲。阿公阿妈我爱你。哦，阿妈嘛爱你啊，阿公阿妈嘛爱你啊。阿公呐，阿公啊你敢爱阿妈？好。哎呀，乌叶会知啊。对啊。爱搬足济搬。等下要进。哦，等下要种。这里。好好，先顾接过来见，妹妹。好来，按我来，按我和阿妈。好。好，咱交接，你直接去互阿妈。哦，无啊？做爱了就无啊？哦，拄啊好。这下骹嘛一排安尼。无要紧，嘿，你就安尼甲拄落去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有背来无背来，无要紧。要摕秘密武器给哥哥无？秘密武器有秘密武器哦。在位。有手套你挂安尼，较袂手较袂破皮。哦，啊嘛较袂焦对无？小蛮讲啊，对啊，你应该用沙铁条。啊，你免挂，有免？你免，因为我的皮较粗。你较粗皮。即马阿公第一名，阿妈第二名，啊妈妈爸爸嘛足紧的，我有够烦的。无要紧啊，无要紧啊，你慢慢用就好啊。干嘛呢？咱平常时做工课，敢有通安尼？应该是无多，因为为爱抢时间啊。爱抢时间就因为日头为做盐吼，你无等你紧用的啊喷水吼，伊等下就冷去啊。冷最近气。就练啊。嗯，你会你迄个搞倒三跤，你咧甲救，对你甲救。我需要人倒骹手。帮你浸一下。内底做热，哦，外口较凉。赶快吹哦。天然的冷气。天然的冷气，哦，有咧。哦，一做凉的。爸的歌，爸的辛苦歌。了，辛苦，日子做工过了出来吹就无共款，对吧？做凉。会使直接困一醒。有凉无？困一醒啊。你会啊，直接困。会让我会，你爱。这是阮兜的莲花池，这有足水的莲花。爸爸做工课做了，会来遮看鱼啊。
这个是育苗室，阿公拢会伫遮顾育苗。这是阮种的蔬菜。这内底有收一寡水鸡，我会去掠。妹妹当时遮济只，6。来这。安尼我好奇讲，妹妹你哥哥的心目中是安怎？无好，没有跑啊。伊嘛是啊。等一下，恁安尼听起来，恁等下有冤家，恁敢无就是足惜对方的时阵？会啊，较冤家了。哦，冤家了，爱冤家了才会。冤家了就好啊。就好去啊。对。往外就好去啊。或者是晚晚就困去，暗暝早早起来。哦。那个袂记记。无计没受啦，就是过两工就好去啊。不过我惊伊冤家我，拢是我家己所对不起。伊拢无会甲你回信的，拢是你会甲伊回信的。当时，你会记一个咧。我拢互你一个物件啊。你会互啥？韩国饼干。就是爸爸妈妈拢会知影恁爱食啥出烧，啊恁敢知影爸爸妈妈爱食？我知妈妈爱食啥？爸爸爱食，那个葡萄干。爸爸爱食。妈妈爱食。做咩？爸爸爱食饭。化做饭。化做饭。啊妈妈咧？妈妈较爱食。我妈妈较爱食。冬粉。哦，冬粉。阿公。我感觉因真正就像人讲的相爱相杀，因对方来讲拢是最重要的陪伴。假使讲因敢若今仔日剩伊一个，可能就加足无伴。毋过因是一对兄妹啊，啊斗阵的时阵，迄个生活是加足快乐、足娱乐的。我感觉像真芳甲紧定啊，因甲爸爸妈妈斗阵的感觉足成朋友的。啊，毋过当时的爸爸妈妈敢若嘛是因上亲切的老师，像讲我印象足深的是。爸爸咧带因两个收菜，教因收菜的时阵，爸爸足斟酌，啊，就足认真啊嘛，算足有耐心的。你就规个互你的感觉就是讲，因是敢若爸爸妈妈啊足温柔的，牵因两个囡仔的手，啊带因去认捌这个世界，啊去学安怎生活，所以迄个规个互我的感觉是足甘心的。卡应该会惊，四卡无，其实伊是无伤害，伊是较分开。咁你吃比较易嘅，我讲咱一家大细，就是一工安尼辛苦落来，大家做伙食饭，迄是感觉上好的一个感觉，伊就是家庭啊。对。迄就是一个家庭的感觉。